2011年，花莲县秀林乡的景美村设立太鲁阁族文化产业园区，重建传统居住物的形貌，用于建材式炙烧后的竹子，又名巧竹之乡。园区创立于景美火车站旁，作为租用的招呼站，为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平台的同时，也促进文创产业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慈济基金会，他们那个时候他已经进入到我们社区里面，那我就建议他，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一个空地可以整理或者我们认养，盖一个比较特殊的建设，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的都古主人以前住的那个房子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我要让我的子子孙之后这边的空地刚好就是一个闲置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协会跟村子这边就是跟台铁提出申请，然后再跟我们的就是民间团体，像是慈济基金会做一个结合，希望一起来共同认养这个地方，能够促进社区的一些文化产业。就是我们是巧竹之乡嘛，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的传统住屋，用竹子神木去盖的传统住屋之外，还有我们这边这一排就是我们的文创品的展销中心，然后可以放在这边，以及我们其他的区域的话，可能像有一些是我们的展演的部分，可以来做一个它是多功能性的，可能它是除了就是提供部落就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创的文化交流，我们有一个广场，那是可以让就是人们像是我们的族人，还是说跟游客们，可以在那边做一些可能舞蹈的展演，那还有舞台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这边的话是展销中心啦，提供乡内的可能是文创的商品，或者说是农产品寄卖的地方，还有 DIY 的，像我们传统竹编、藤编现起制作等等。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传统住屋，会以日据时代前后做一个分界。在文化园区里，最具文化精神象征的传统居住屋侧立一旁，形貌各异。原来是在不同时期太鲁阁族居住屋的演变史。我们都古以前有地、有竹子、有水，这个三代有生命的关系。那遗憾的想，现在的孩子好像没有人，那没有人想，不会很。所以老人家很少了，孩子也没有不会做这个事情。我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建筑一定要让我们的那些学生也可以来这边上那个郊外教学也可以，或者是也可以来这边体验那个我们以前原住民的生活情形，可以让这些自己都知道，慢慢的投入那个就是社区营造的部分这样子。因为说真的，就是协会他们就是办很多活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力不从心这样子，就是想要做，可是就没有人想要做这样子，也没有人去很多精力来，就是很多就是东西来投入这个活动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要呼吁，就是我们嘉湾的每一个青年，就是可以慢慢投入社区营造，然后改变社区这样子。经由民间慈善机构和嘉湾社区营造协会的协助之下，打造的巧竹之乡逐步完善，让有族人的认同和其力，才能让传统文化复苏及弘扬。巧竹之乡地处偏远，对外消息的传递管道是乡公所和营造协会的网站，供民众阅览相关介绍，一同参与活动。未来将举办的大型活动美该巴里及太鲁阁族的感恩祭，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和太鲁阁族人共襄盛举。公民记者魏义君在花莲报道。